各位兄姐，大家新春快乐，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恁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学罗耶和华，我一生要学罗耶和华。我要我是要唱歌学罗我的上帝。咱三角来吟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
着吉时，紧行天路着吉时，请咱起立来临。咱三个用使徒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顶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日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要来三角启应上帝的话，咱今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27。启应文的27伫新信息的后壁1047页，显着咱三角来启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仆人啊，着称赞上主的名。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上主托压万国。伊的眼光超越穹苍。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坐伫至高的所在，下落来看天甲地。伊对真爱提拔善车人。对阮所
设对个先降会啊，互因甲贵族排做伙，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伊互袂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诚做有真侪囝的老母来欢喜。着称赞上主。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今仔日新春的感谢礼拜，感谢你看顾阮，互阮平安经过一年。感谢你的恩赐，互阮会当来欢度新春的佳节。新的一年的开始，阮将阮未来的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保护阮的国家国泰民安，也为着阮的教会2024年逐项的事工。求主来带领信心做工，中一同工，心事合一，得主欢喜。对着阮个人的灵命，求主来带阮看顾阮，互阮的灵命有所成长，互阮时常犯错，惹你受气。总是你伫阮软弱无知的时阵，求你伫新的一年甲阮同在，互阮得到你的安慰甲扶持。阮也为着今仔日厝外袂当来教会的兄弟，也是身心灵欠仔的兄弟，求主看顾因平安喜乐，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下面，咱来赞美，今日是要赞美是咱会众一齐来赞美，要赞美的歌是298首，圣诗298首，请咱起立来吟。弟兄们。
请坐。下面咱要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经节是《约翰福音》第6章第25节到42节。科学本是134页，汉语本是111页，现在中文版是154页。已经拄着伊伫海的迄边岸，就甲伊讲：辣比，你啥物时到遮？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恁才会找我，毋是因为看见神力，是因为食饼到饱若定，无对为着会败坏的美娘来着我，着为着长长伫地永远的美娘来着我，就是恁主所要互恁的，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应的。因就对伊讲：阮着怎样行来做上帝的工？耶稣应讲：信伊所册的，即个就是上帝的工。第30节，因甲伊讲：你惊啥物神了？互阮看来信你啊！你惊啥物啊？阮的主伫旷野食吗哪，照所记载讲，用对天来的饼互因食。耶稣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毋是摩西用对天来的饼互恁，就是我的爸用对天来的真饼互恁。因为上帝的饼就是迄个对天落来，也用活命守护世间的。因就对伊讲：主啊，常常用即号饼互阮。第35节，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若是我捌甲恁讲，恁已经看见我，也犹原毋信。既若爸所互我的，要拢就近我，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因为我对天降落，毋是行家己的旨意，就是行找我的迄个旨意。当找我的旨意，就是看见。若伊所互我的，我无失落一个，是伫末日互伊国活。第40节，因为我的爸的旨意，就是囝若看见囝来信伊的人，拢有永活，要我伫末日互伊国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讲：我是对天降落的饼，就咬咬念伊讲：即个敢毋是约瑟的囝耶稣吗？伊的爸母是咱所捌的，当怎样讲？我是对天降落的啊！以上愿上帝赐福听趁伊的话的人。今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人的信息是：生命的娘，请牧师。各位下岁大家平安。咱伫过年时，犹原会当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所以这是上帝互咱极大的福气。咱用感恩的心，大家做伙组织，咱也彼此即马咱彼此讲新年恭喜，向你的隔壁头尾，新年恭喜哦！新年恭喜，新年恭喜！虽然讲今仔日有几若位会友有事先有甲牧师讲因今仔日有家庭的旅游，也是讲有需要落南去看是大人的也是讲爱需要转去母会因为母会遐嘛有新春的活动但是咱知影咱上帝互咱组织做伙，诚做西欧教会，咱伫主内，咱就彼此关心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就做伙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愿用欢喜的心组织做伙，伫即个过年的年假的中间，愿想念着你伫过去这一冬来
你的稳定怎样为着阮，互阮每一工会当感受有主你的同在。虽然讲今仔日阮有几若个阮的兄弟姊妹需要落难去见是大人，也是需要去参加因原本舞会的新春活动，阁有身体欠安的主啊，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亲像伫遮甲阮同在共款，你的圣神也甲遮的出外也是身体欠安的会友，相甲做伙，阮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阮做伙压头祈祷，是要求助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亲自会当听见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讲话。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互阮会当伫以下的时间中间，无论讲的也是啥的，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愿将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熟悉一个人的方式有真多，咱会当问伊厝里的人，也是问伊的朋友，也是若是出名的人，咱阁会当去 Google， 也是对伫新闻报道、看新闻，也是别人对伊的描述。不过，若真正即个人你是真意爱要来认捌伊，上好的方法是啥物？就去问伊，看伊安怎来介绍家己，听伊安怎讲伊家己，这也是一个认捌一个人上直接的方式。当然，你会讲有个人可能爱分家规，但是我想你若对伫一个人安怎自我介绍，你差不多就会当知影伊所看重的是啥物。就讲有个人60-70岁啊，搁伫遐讲伊大学考试考偌悬，台大毕业，啊，你会表示讲安尼伊的成就可能22岁以前就完成啊，23岁以后咧，一片空白。也是讲你看到一个人，伊讲，我会记我有一个以前一个咱前的总会总干事林鸿忠牧师，当伊40通岁的时阵。即个叶牧师对伊伫遐做大专事工，40外岁啦，对伊做大专事工，有一遍做伙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当然就问讲你一个人起来，看面相阁袂歹，就问讲，先生，你是做啥物的？伊回答啥物？伊讲我是工人，即个这是差不多要20外当前的代志，要30当前的代志，但是即句话，你就表示讲。即个牧师伫当时，伊的自我的角色的认同，就是上帝的奴仆，上帝的工人。伊袂讲我是总会什么职务，伊是讲我是工人。即就讲要认捌一个人上直接的方式，就爱听对方怎样介绍伊家己。这就是为虾米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有几若遍写着啥物？耶稣讲：“我就是，我就是。”其实这就是耶稣的自我介绍。我就是希腊文讲ego eimi，这英文读耶稣讲：“我就是，这就是要互咱来知影。伊的身份，以及了解耶稣甲咱的关系，透过耶稣怎样自我介绍，我就是，就讲耶稣讲我就是牧者，耶稣讲我就是今仔日所讲的性命的食物，生命之粮。耶稣佫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
我就是我就是，这是约翰福音中间真重要一项代志，耶稣的自我介绍。约翰福音，咱今仔所读的6章25节到42节所记载耶稣甲人的对话，这是发生伫耶稣惊神者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了后，这就是旧年的即当阵，耶稣有讲到有几若讲讲到啥物神者的意义的时阵，今仔日咱所读的部分，这是后半段，会当讲是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即个神者的续集，就是耶稣甲伊的门徒，伫耶稣惊神者了后，就坐船到伫加利利海的对岸。但是群众有一寡人感觉讲意犹未尽，所以咧，因就军队耶稣甲伊的门徒也来到耶稣遐，也军队耶稣来到伫遐。当然，因感觉到哇，这个厉害，用5块饼2尾鱼，就互5000人来食饱，所以因才会群众感觉讲因找到这个用咱即摆的话来讲，长期饭票了。这个耶稣会当互因物质生活舒适，会当互因物质顶面丰丰富富有保证啊。用咱即摆的话讲，长期饭票，因感觉因对着正确的人啊，互因每一工毋免烦恼，拢食会饱。但是耶稣的回应是啥物？耶稣直接指出，这个群众见证了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的这个神者了后，因来军队耶稣，这只是为着得到个人的利益。因军队耶稣毋是认捌着耶稣惊神者的意义。耶稣惊神者是为着显明上帝的权能、天父的权能。伊所行即个行动是一个天父上帝权能的记号。但是遮的群众伫迄时阵，因所体会到的是腹肚枵得到食饱。耶稣惊神者，即个5块饼2尾鱼5000人食饱的即个神者，是要显明讲，只有天父上帝才会当互人真正食饱。就算讲敢若是5块饼2尾鱼，但是天父上帝的权能会当互因拢会当食饱。但是因认捌到的只是讲即个赞，所以我军队伊，安尼我以后食清毋免烦恼。这互是咱看到讲，即个5块饼2尾鱼，这是初代教会一直到后来的基督教会，无论是东正教，也是罗马天主教，也是咱基督教，大家拢真注重的即个上典，上帝权能的上典。遮个人来找耶稣，只是为着要互因腹肚会当食饱。因所求的，只是若耶稣会当做因的领袖，因对耶稣对以后
就会当无忧无虑，吃饱喝足，会当过好日子。这是因军队耶稣的动机。但是耶稣甲因讲，耶稣讲，爱将咱的眼界来扩大，毋是干那看到物质层面，是超越生命中间物质甲肉体的。所以耶稣讲，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遮来的，决断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干。就以下这，耶稣爱咱，毋是因为咱拄着困难，咱才找求伊。毋是讲咱今仔日巴肚枵，咱才找求伊。伊是爱咱，会当活出甲伊迄个亲密的关系，迄个动态的关系，亲像父母、囝儿。主人、萝卜、老师、学生，迄款充满互动，迄款真热切、真亲近的关系的中间，咱敢会记得，咱少年的时阵，咱约会食路边摊仔嘛真好食。尤其学生时代，甲男女朋友出去约会，敢是冷风吹的时阵，可能骑脚踏车，若伫中南部读册，拢骑脚踏车。咱台北会当坐公车去海边仔晒海风，看海景，就算讲真寒，就算讲为着约会暗顿凊彩食，但是你嘛真欢喜。但是毋知影变到啥物时阵，咱就算山珍海味，咱嘛感觉无好食。毋知影啥物时阵，咱煞逐个做伙，煞感觉无啥物。但是耶稣爱咱甲伊的关系，是迄款亲密的关系，是迄款超越物质、超越肉体，是迄款甜蜜的关系，亲像讲会当做伙食苦拢袂要紧的关系。所以耶稣指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伫旷野，天父上帝赏赐因玛纳，互因会当食饱。玛纳是啥物？希伯来文玛纳。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好像绕口令哦。玛纳是什么？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伫旷野中间，以色列百姓因有玛纳，这互因会当保存性命。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后，因行入西奈的旷野。伫遐是打扫的沙漠，因无办法建造。伫打扫的沙漠中间，因也无办法拍蜡，会当找到食物来互全部的百姓通食。即当阵，上帝赏赐玛纳，玛纳就是上帝互伊的百姓的恩赐。这就是毋是靠着人的气力，也是能力来得到，是上帝白白予因。上帝出对伊的慈悲疼痛，互上帝的百姓会当经验到伊的恩典甲丰盛。不过咱知影，玛纳的特点是啥物？玛纳就是干来当一工，今仔日的收视，放到明仔载就袂当食，这叫做玛纳，就是咱今仔日的日食，上帝收视咱。
但是即款的手势是上帝白白的手势，毋是咱家己靠着咱家己来换来的，毋是咱家己用咱家己的气力，还是材料去换落来，是伊白白手势咱。耶稣就是咱性命的饼，性命的食物，是上帝白白手势予咱，要予咱的身躯心灵会当得到润泽甲成长。耶稣是咱性命的饼，性命的食物，是咱每一天生活所袂当欠缺的。咱一天无食袂要紧，但是一天上帝离开咱，咱就活伫迄款失去愿望、失去温暖的生活。我想，当咱生活落入低潮的时阵，当你伫忧愁的时阵，当你忧愁到食物无气味的时阵，要困袂去的时阵，迄款超凡的生活，你会感觉度日如年。迄会比你无饭通食枵一天搁较痛苦。但是主耶稣应允咱，伊袂离开咱。咱有即个生命的饼、生命的食物，互咱得到愿望，互咱得到迄款生命的温暖，互咱会当有活落去的勇气。所以，各位兄弟，耶稣甲咱讲，伫西奈的旷野，以色列百姓有吗哪通食，但是以色列百姓犹原会阁枵饿，因为吗哪只是会当保存一天，这就是上帝手术以色列百姓的吗哪，敢若会当保存一天。第二天因犹原会枵。但是主耶稣是生命的饼，会当互人得到完全甲持续的保障、把助，就是咱有愿望，咱袂活伫绝望的中间。咱知影今仔日可能你活伫艰苦的中间，但是主耶稣互咱有愿望。伊甲咱应允，咱袂永远活伫即款的处境中间。真正的明天会更好，这就是主耶稣甲咱同在，互咱的应允。留下这，可能每一个人拢会替家己设定一个目标，你人生的目标。可能咱家己认为讲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当互咱家己得到满足甲完全。所以，咱细汉读册会愿望讲啥物？高中建中北一女，大学台清交，然后咧上好佫会当出国留学，然后趁大钱，耕耘倒转来。但是偌济人行即条路到后来，因发现人生的目标毋是安尼。往往真侪人到后来发现到因家己看做人生目标的即款因所要追求的，根本满足袂了，甚至到后来所得到的拢是失望。就是讲用即马的例。有真侪人规工喺注意 Apple 什么时阵，苹果什么时阵有新的手机，最新的手机，这叫做果粉。规工喺注意什么时阵会有上新的苹果手机。哦，可能最近疫情了后，较少即款的机会。以前苹果手机若有上新的出来，就有一群人伫遐。规暝无困，伫遐排队，为着是第一个
要摕到上最新款的手机，但是有可能对苹果1代、2代到即马第15代啊，我感觉最近14、15开始大家开始冷啊，你敢有这种感觉？弹性疲乏，因为感觉讲什么？我追求上新的手机又怎么样？14跟15差不多啊，这就表示讲，咱家己所设定的目标，有时阵当你真正会当得到，你发现讲嘛无啥物啊，嘛无啥物啊。所以耶稣应允咱，伊不只是互咱性命。得到润泽，伊阁爱互咱得到真正的把助。当咱毋是干那伫困难的时阵找求耶稣，是将咱的性命、委身、委身，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一世人咱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咱一世人为着伊所交托互咱的使命，咱来服侍，安尼咱的性命才会当得到圆满。这是真正性命的圆满，就亲像圣经真爱讲的平安，平安，平安的意思是啥物？沙龙。一般咱讲平安，伊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完整、完全的意义，就是咱所讲的圆满，也是咱台语传统所讲的好势。你敢有好势？这是传统咱台湾人见面请安的时阵，咱讲你敢有好势？好势无？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平安。你敢有好势？毋是见面讲发大财，也是到后来见面讲敢有食饱。传统台湾人所讲的，敢有好势？你敢有好势？只有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伊完全的赦免，才会当互咱的性命活出圆满好势。因为咱所行过，咱对细汉到大汉，咱拢会经历过真多的伤害。咱也捌失败过，咱也捌绝望过。咱也无真正靠着主耶稣基督，互咱的恩典疼痛，咱真正会当赦免咱家己，咱就会永远活伫过去的怨恨，也是对过去的不满，也是对过去的失望。也是对过去感觉真委屈，你永远抱条虾来过生活，无怪咱有时阵，咱会感觉咱无圆满，咱有时阵会感觉我无好势。落去兄弟，当咱为着比咱家己个人搁较重要、搁较伟大的事来活。当咱牺牲，咱毋是干那生活会得过，咱是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会当生活伫有上帝的疼甲上帝的同在内底。我想，咱就算食苦，咱也袂感觉是吃亏；就算讲咱食苦，可能真正咱会感觉是食饱。咱的性命只有靠着安尼，咱才会当活出真正的圆满甲好势。落去兄弟，食物是咱生活所袂当欠缺的，咱袂当否认这项代志。亲像讲，钱真正有重要，因为咱需要钱。咱每个月有咱的开销，咱需要食物，咱生活才会当维持落去。
食米是维持生命上基本的要件之一。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咱生命中间上重要、即个袂当欠缺的一部分。咱永远的生命是袂当无主耶稣基督。啥物叫做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毋是当地的来看讲，敢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管品质。你生命的品质，若是提升到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即款永远的生命，就是当地已经毋是问题啊。因有主耶稣基督甲咱同在，咱会欠缺有主耶稣替咱补足，用伊的方式来补足咱的欠缺。耶稣宣告，伊是咱生命的饼，生命的食物，就是爱咱开咱的心门，咱来领受，并且咱愿意经验到耶稣替咱陪伴即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有伊的同在，就是有伊互咱的愿望，就是伊互咱看到咱未来的路，有伊甲咱做伙同行。所以，愿咱伫新年春节假期的中间，咱会当思考，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饼，是咱生命的食物，是伊的同在，互咱真正会当得到勇气，得到信心来向前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守护阮你的话，互阮重新来思考你同在的意义。主啊，愿每一个人生活拢有无共款的问题，阮也承认，阮毋是完全，阮有时阵也会感觉到。阮会失望，有时阵我会感觉到阮的欠缺是真大。但是主啊，透过你的话，阮知有你的同在，你完全会赦免阮，你予阮无搁活伫过去所经历过遐个无好的经验，你予阮会当用新的生命来看头前的路，因有你的同在，因有你无所不在的指引，你的教示，你予阮知影，阮只有倚靠你，阮才会当面对头前的路。所以恳求上帝你会当时刻。互阮感受到有主你的同在，时时刻刻你也提醒阮，阮向前行，毋是干那靠家己，阮向前行是因为有主你的关联，你的气力伫头前来替阮开路。无论伫阮个人的生活，也是阮教会逐项的事工，主啊，恳求上帝你。会当亲自带领，亲自来帮助阮。主啊，伫春节假期的中间，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得到好的休困，互阮重新恢复气力，为着主你交托的使命，阮向前来拍拼。主啊！你是阮生命的主宰，恳求上帝你伫头前照光阮的路，你也陪伴阮。当阮无力的时阵，你扶持阮；当阮失去方向的时阵，你指点阮。主啊，愿将阮家己、阮的家庭、阮的教会事工。交托互主你
亲自来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应答上帝的话，咱来吟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今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宽仁，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绵绵拥抱我，求你绵绵拥抱我。咱起立来吟诗622首。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今仔日是大年初二，咱教会有举行新春感恩礼拜，咱真感谢上帝保守教会兄弟姊妹平安度过一年，也愿上帝一新的一年继续来带领甲看顾。第二，2月16礼拜5，查经基督会恢复聚会，请踊跃来出席。
第三，本会插花班的春季班开始报名，从第3月到6月，每个月第1礼拜六上午10点上课，由咱本会的姜老师亲自来指导，学费全免，敢若收材料费。请兄姐，若有意爱来向我报名，也是鼓励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学习插花。第4就是自3月起就恢复家庭礼拜，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姐，请甲业务师也是教会长职来联系，以你安排。第5下周主日的资料，咱十日再来看。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即礼拜的插花是那个姜老师清扫是做金姐，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渔养执事，实情是玉洁执事，领唱是以信兄，丝线是我本人，交代是幼赖兄甲谢崇姐，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燕庆姐。奉献的部分，咱再来看，若有重大，请来向我纠正吼。咱来看本周的金句。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请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永远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因万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章35节。咱来互相请安，互相来拱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咱来吟上人的诗，圣诗第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跨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教我大，搁保护我，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找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特一个愿望，请咱起立来吟。咱就爱伫主耶稣基督的带领的中间，咱彼此相关心，彼此相照顾。咱也爱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甲咱做伙同行，所以咱有勇气，咱有信心，咱也爱充满愿望，因为头前的路有伊陪伴咱来行，头前的路有基督的光替咱照光，所以伫每一日的中间。千万莫袂记住，主耶稣就是咱活命的饼，咱生命的食物。咱有伊甲咱同在，就算肉体有欠缺，咱的心是充满平安、充满信心、充满勇气。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